哦，有看到菠萝蜜啦！菠萝蜜有没有看到树干啊？哦，有没有看到菠萝蜜树干啊？哦，那么大粒啊！菠萝蜜啊，你看，哦，菠萝蜜啊，这个昨天下大雨掉地上了。你看这个菠萝蜜，那个说煮一煮也可以吃，但是也可以培育幼苗呢。这个种子培育幼苗。哦，你看这个还没有成熟，成熟的话很黏呢，很黏那个哦，你看这个都可以吃的呢。不是那个榴莲，那是菠萝蜜哦。你看叶子长这样，下雨过后，你看有的那个，哎呀，你看连芒果那么大粒都掉地上了。哦，还有桃花心木啦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哦，那个叫龙眼啊，龙眼也有掉地上。